比賽順利進行以及賽事安全。如非參賽者或教練，請勿進入地下運動員及教練區。家長以及觀賽人士可以前往人流看台準備觀賽。賽事進行期間，非參賽者請離開跑道範圍。感謝你嘅合作。女子 U16 800米決賽。開咗嘛？比賽進行衝線不橫過跑道。